先來看高雄一個婦人人，伊的手呢，互玻璃刮到傷，去到病院的時，煞熊掠狂去搏這消防人員，害人胸砍着傷。警方發現這個婦人人，伊是一個通緝犯，目前已經移送羈仔頭地檢署。原來這個着傷的消防人員也決定驗傷提告。病院急診室門口救護車一台接一台，消防人員攏咧搶時間，趕緊甲病員送去治療。不至51暗時，高雄一名細老的婦人人因為手互玻璃刮着傷，敲電話叫救護車送來急診。消防人員按照定時當咧問其的個人資料，婦人人煞熊起掠狂，出手對消防員倒病的胸坎仔剝幾落下，病院的人袂負阻擋，尾手嘛隨報警處理。警方到場查處，發現劉女遭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布妨害自由通氣，令葉男提出傷害、違反醫療法及妨害公務告訴。警方現場將劉女帶防所，依法偵辦。警方表示，婦人人無食酒，不過是通緝犯，是不是因為安尼對消防人員起卡動手，佫需要釐清。不過，當時的消防員決定驗傷提告，譴責這款暴力行為。消防局表示，迄天的代志對當事人的打擊真大，因為消防人員出勤會遇到各種的狀況，包括細型的攝影機、帽仔，大家除了保護的裝備愛穿好勢以外，出勤進前嘛確認勤務的狀況，互相提醒做應變。我們那個都會有救護平板嘛，然後那個中心派遣過來的話，都會顯示上面是大概什麼案件，然後我們出勤的話就會特別注意，如果是精神異常或是酒醉的話，也會到現場會可能要配合警方方面來做一些處置。消防隊員無奈表示，電視頂定拄看到醫護人員受到暴力對待，其實消防人員嘛定定遇到同款的代志，辛苦救人煞防拍，難免的慶幸。這個提告唔是要救啥，敢若望大家會當互相體諒，尊重消防員的工作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